好，今日咧，我哋會温一温冷戰呢個課題。冷戰嗱，第一樣嘢，我哋要識下冷戰嘅定義。冷戰其實好簡單咧，就係美國同蘇聯為首嘅兩大陣營，知唔知意啊？同埋共產主義陣營啊嘅對敵啊。咁咧，其實咧，記住個年份係1945至1991年啦。咁睇下如果論述題啊，佢有機會問埋前面嘅，而講緊咧兩次大戰之間，啲1919年之後發生嘅事，其實係20年代啦，主要係等陣會講講嘅，點解會有冷戰？冷戰起源可以追溯到20年代嘅。如果論述題或者資料題，可能都會問及呢樣嘢啊。誒、其實係主要係論述題啦。論述題曾經一題咧就會問到去佢哋兩個嘅關係嘅，問到去32年開始嘅30年代開始。咁咧嗱，第一個定義啦，講咗頭先啊，就係以美國為首嘅資本主義集團。嗱，記住，咁你就要寫詳細少少。如果論述題寫詳細，有咩集團？資本主義集團有啲咩國家？就係美國啦、日本啦，同埋英國、法國、南韓啦。咁當然啦，以美國為首啦。咁蘇聯為首嘅共產主義集團就係蘇聯啦、中國啦、匈牙利啊、東德啊、北韓啊，啲其實東歐國家同埋西歐國家嘅分別啦，係啦，再加埋美國同蘇聯為首啊。咁仲有中國啦、北韓啦，就係共產嗰邊啦。兩個嘅長期嘅敵對啊，敵對嘅狀態啊。原因就係咧，當然啦，就係佢哋嘅意識形態啦。咁冷戰有多冷？其實因為佢真係冇一個冷戰嘅最重要定義，就係冇一個所謂嘅熱戰啊。熱戰就係所謂叫直接嘅武力衝突。點解會出現？原因在於佢害怕核戰啦。咁其實好似上年同埋前年嘅論述題，其中一條啊，唔記得係23定24年嘅論述題咧，就提過啊，害怕核戰，所以只有冷戰嘅。咁呢啲就係熱戰啦。冷戰嘅相反就係熱戰，因為害怕核戰，所以佢哋冇直接嘅衝突，武力衝突啦。所謂嘅熱戰其實係啲大型嘅戰爭啦，的是一二戰。但係取而代之嘅就有一啲地區衝突嘅。所以如果你當年答冷戰有多冷咧，地區衝突究竟你就可以諗一諗，究竟地區衝突究竟係冷啊，還是係熱啦？咁咧，因為地區衝突都係一個戰爭嚟噶嘛，但係只不過佢個規模係細好多，只係地區性係啦。咁咧，地區衝突亦都可以話叫做代理人戰爭啦，因為咧佢係美國同蘇聯背後撐腰住一啲國家或者陣營啊，共國家裏面嘅陣營啊嘅互相對敵。咁咧，例如啦，韓戰啦、越戰啦、同國共內戰啦、阿富汗戰爭都係啦。咁咧呢度有例子啦。咁跟住嗱，點解叫戰？戰其實咧，冷戰裏面講咗冇大型嘅熱戰啦，但係其實佢哋互相對敵嘅，仍然係對敵狀態。其實所謂嘅敵對狀態，仲係戰爭。而家其實咧都係嘅。北韓同埋南韓咧，佢亦都仍然係處於戰爭狀態嘅。係啦，期間咧有一啲所謂嘅嗱，頭先都講過啦，熱戰可以定義嘅，定義究竟地區衝突係咪熱啊？係啦，咁咧因為佢都係戰嚟噶嘛，戰其實仲有另一個解釋嘅，宣傳戰啦、間諜戰啦、太空戰啦、軍備競賽、經濟軍計劃啲經濟嘅戰爭，係啦，軍事聯盟嘅嘅對敵都可以當戰嘅。係啦，冷嘅意思其實好簡單，就係冷淡關係。冷戰有多冷？就係冇任何嘅交流。咁仲有就係佢哋冇熱戰啦，頭先講咗啦。咁其實嗱，頭先都講咗啦，就係佢哋嘅緊張局勢嘅對敵啦，冇正面嘅戰爭。OK，係啦。嗱，原因在於好驚有核戰啦，或者所謂嘅原子彈啦，啲美國開始啦，因為佢美國投放咗原子彈啦，喺二戰期間研發咗核彈啦，原子彈。好，跟住冷戰起源嗱，記住冷戰起源，我頭先都講咗啦，可以追溯到戰前，二戰前嘅。因為其實好簡單，美國第一個啦，就係意識形態嘅唔同啦，兩個好唔同啦。咁原因在於嗱，例如啦，資本主義重視分工啊，多勞多得。蘇聯嘅共產主義咧就重視人人平等，冇階級分別嘅。
咁咧仲有經濟私有制同埋記住共產係好否定私有制嘅啲，跟住好講嘅就係計劃經濟啦，同埋所謂叫公有制啦。但係資本主義講係私有制啊，啲經濟科技嘢啦，自由市場啦。外交方面，佢講世界革命嘅共產係想咁，所以至威脅到所謂資本主義陣營嘅啫。跟住社會方面講緊集體主義，俾人控制嘅係啦，冇自由嘅，冇人權。但係調翻轉啦，資本主義係有自由人權嘅，係啦，唔會控制人民嘅生活咯。咁一黨專政啦，共產係一黨專政，當資本主義就係講民主選舉嘅，咁呢個意識唔太不同，所以咧長久以嚟，其實佢哋一出嚟已經係一個敵對嘅意識形態嚟嘅，好唔同嘅，係啦。咁結果造成咧一個所謂叫，其實佢哋一出嚟已經係一個敵對嘅狀態。好，跟住嗱呢幅圖就講緊同樣嘢啦，係啦。跟住點解佢哋會敵對？二戰前其實好講過啦。就二戰前原來咧，蘇聯一開始已經咧受到英美法呢啲國家嘅圍困嘅。其實所謂嘅其實係圍堵啦，唔係圍堵嘅，其實係佢哋一開頭，因為咧呢班資本主義國家其實好驚共產啊。頭先講到嗰隻世界革命，佢講佢哋一開始已經好驚共產，所以咧佢哋一齊1918年嘅內戰就俄國嘅內戰已經佢哋呢幾個國家已經去介入啊，去支援嗰啲反共嘅勢力，去想推翻蘇聯嘅政權嘅。但係1922年啊，當然啦，蘇聯正式成立咗，因為佢成功喺內戰打贏咗。跟住頭先講咗啦，一戰之後咧，佢講世界革命嘛，想推翻資本主義嘅國家，或者喺國家裏面嘅陣營啦，跟住建立佢哋嘅共產主義嘅國家，跟住當然啦，加入係蘇聯嗰個陣營啦。咁跟住其實再之後啦，就係咧呢幅圖講緊咧就係慕尼黑會議，亦都講緊綏靖政策嘅。原來英國、法國咁當時未有美國參與呢件事啦，就係英國、法國原來咧當時咧佢哋咧就用咗綏靖政策，用咗綏靖政策，原來背後目的係咩咧？記住，綏靖政策背後目的其實係想滿足希特拉嘅野心，達至和平，亦都好想一樣嘢，就係想希特拉去抗衡翻史太林蘇聯。因為嗱，頭先我就話喺內戰，佢阻止唔到共產黨去建立喺蘇聯建立佢嘅蘇維埃政權啊，共產政權。咁所以佢做一樣嘢，佢哋其實一直都好驚共產主義多過納粹主義嘅，所以咧至會有呢個所謂嘅綏靖政策。咁你有機會問到咁樣嘅，咁呢幅圖亦都講緊同樣嘢嘅。原來當時英國、法國啦，就喺度傾緊希特拉擴張，阻止佢。咁張伯倫嗱，中間嗰個叫張伯倫啦，中間呢個鬍鬚佬張伯倫啦。咁咧其實講緊捷克嘅蘇台德啲呢個位啫，呢個位啦，但係呢個位係啦，咁咧就係呢個位啦，蘇台德蘇地區。咁呢個就係張伯倫啦，呢個係希特拉，呢個就係慕尼黑會議。原來當年佢哋咧就走去傾俾蘇台德希特拉，跟住咧就由得佢去食咗呢個地方。但係唔係好事咧？咁當然唔係好事啦。咁唔係好事嘅就係在於原來佢係向東面擴張，唔係向西面啦。其實雖然政策為咗其實話就話帶嚟和平，其實係帶嚟咧英國、法國嘅安全，因為咧佢向東面擴張，去到最後就會擴張到蘇聯嗰邊。咁咧，咁當然史達林亦都好唔中意呢個咁嘅會議，因為咧又唔俾佢討論啦。其實向東面嗰張一去到咁上下就會去到，佢知道去到蘇聯噶嘛，攞希特拉嚟牽制佢。咁所以咧，其實史太林好唔中意呢件事嘅，佢好唔中意呢件事。咁但係佢阻止唔到，所以1939年，如果你記得嘅話，就係咧，佢寧願去放棄咗嗱。
幫俾人佢喺國聯俾人驅逐啦，因為入侵挪威，唔係因為係入侵芬蘭啊，咁芬蘭挪威嗰邊就跟住為佢做一樣嘢，我寧願揀個敵人嘅朋友嘅人嘅敵人，的是佢嘅朋友就係希特拉，所以就有得蘇胡賓山係咪啊？當然啦，二次大戰希特拉背信棄義，食咗波蘭之後就繼續打蘇聯啦。咁咧見到啦，好跟住，但係當然啦，呢個就埋下咗一樣嘢，就係佢其實阿史林好唔中意英法美呢啲咁嘅資本主義陣營，係啦，好跟住二次大戰，咁蘇聯咧就話不滿咧，美國研發咗原子彈，唔告知佢，其實好堅強嘅。點解話喂，美國研發原子彈，你冇理由話可以分享俾佢噶嘛？咁好啦，另外記住兩個會，一個叫塔阿爾塔或者阿爾達啦，阿爾達會議講咩咧？就係當傾緊東歐啦，歐洲發生咩事，戰後會點樣咧？因為東歐啲國家俾希特勒佔領晒啊嘛，西歐就唔使傾住啦，東歐咧俾希特勒佔領晒，咁啊啲捷克啊、波蘭啊呢啲地區點算咧？咁佢哋就傾啦，西方國家就好想舉行民主選舉，但係史達唔好想做一樣嘢，就喺呢啲東歐國家建立自己嘅親蘇嘅共產政權。咁咧就有佢，所以佢哋有分歧啦。跟住波茨坦嗱，記住另一個會啦，叫波茨坦會議或者所謂嘅波茨坦通告啦，講乜嘢？佢其實係講緊處理緊德國戰後嘅問題嘅，咁就好大分歧。史南就講話，其實史南咧就好似法國喺一戰凡爾賽之後，凡爾賽條約嘅時候，法國嘅咁樣嘅，就咧佢要永久削弱德國，保障蘇聯安全，因為其實二戰死得最多人嘅係蘇聯，因為希特拉就係入侵食咗波蘭之後，跟住入侵蘇聯啊嘛，咁咧佢其實覺得好危險嘅德國，所以咧一定要整死佢，咁咧永遠保障到自己安全。但係英美法啦，其實係三個，佢好清楚見到德國咧係要盡快重建嘅，係要幫佢嘅重建，唔應該嚴懲佢嘅。但係好啦，最後發生咩事咧？最後其實個結論就係德國俾人瓜分咗啦，四個佔領區，佢哋英美法一邊嘅西德啦，同埋蘇聯嘅東德地區，仲有柏林都係啦，分為四個佔領區啦。咁跟住呢個就埋下咗個伏線啦。佢哋既然佢有分歧，咁埋下咗冷戰嘅局勢嘅發展啊。咁有機會就問埋呢兩個會啊，阿爾塔啦，同埋波茨坦。咁咧，最後咧，佢哋咧雖然佔領咗，但係就冇要嚴懲德國嘅。德國咧就俾人拆除咗軍備啦，但係佢哋冇真正賠款嘅，佢哋只不過用所謂武器工廠啊，或者貨品啊嚟代替嚴懲佢嘅，亦都係合理嘅，係基本上同日本戰後嘅處理差唔多啦，用咗美國嗰種對住日本嗰種方式。好，跟住淨係另一方面啦，就戰後發生咩事啦？戰後咧就係蘇聯咧嘅擴展勢力啊，咁咧蘇聯咧長期不信任啦、懷疑啦，俾西方國家，咁所以做一樣嘢，佢要安全啲。如果你記得嘅話，有幅圖咧就話會圍住自己，話我要好多朋友，係啦。咁咧跟住咧，其實講咩咧？就係佢要赤化，即是將東歐國家附近嘅國家，波蘭先啦，頭先講咗啦，匈牙利、奧地利冇事嘅，最後係啦，匈牙利、羅馬尼亞呢啲國家造成變成佢哋嘅衛星國，即是共產親蘇嘅共產政權啊。咁呢啲叫衛星國。咁咧為咗對抗共產主義繼續擴張啊，係啦，咁所以咧就開始扶植一啲美國就調翻轉啦，開始扶植一啲民主嘅力量啦，提供一啲反共啦，同埋財政支援。咁之後我哋會再講噶，就所謂叫做圍堵政策啦，係啦，圍堵政策。咁啊，杜魯門咧就講咗圍堵政策去圍堵翻共產嘅政權啊，因為驚佢嘅擴張啦。另外經濟
兩大超級強國佔嘅戰後之後佔嘅基本上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量係啊，已經佔美國佔咗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量50%，所以咧全世界基本上咧係以美國為中心嘅利益嘅，建立一個所謂嘅戰後新秩序啦。咁咧戰後新秩序啊，戰後新秩序原來講緊嘅就係美蘇嘅變成超級強國啦，係啦，跟住美國亦都透過世銀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復興翻歐洲嘅經濟。調翻轉，蘇聯冇咁勁嘅，佢係透過5年計劃啦，重振工業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嘢嘅，佢係攞啲戰爭賠償，令到蘇聯啊，啲攞晒東德嗰邊嘅戰爭賠償啦，同埋佢哋啲工廠啊，同埋貨品做補償，啲機器啦，做補償，令去發展工業啊。戰後美蘇就成為咗兩大經濟強國或者世界強國啦。超級強國。軍事，美國有原子彈，但係美國拒絕透露俾，咁蘇聯後期都有嘅。咁咧，所以佢都積極研發核彈㗎，係啦。咁咧結果就係兩大陣營擴張，蘇聯擴張先啦，跟住美國去反圍到佢，同埋軍事上互相嘅擴展啊，軍事經濟上互相擴展，結果造成嘅冷戰呢樣嘢啦。冷戰嘅特點啊，咁啊好有機會出嚟招題嘅，唔會出，好少出機率論述題啊。咁冷戰特點，第一個就經濟擴張，頭先講咗，莫托夫對住馬歇爾啦，馬歇爾對住莫托夫，唔長講啦，大家都應該識噶啦。莫托夫跟住軍事組織就係嗱，記住個年份，如果記到就記，記唔到盡量記啦，係啦。一個就北約，1949年喺柏林封鎖之後嘅，跟住耐少少6年後就出現咗華沙公約組織啦，華約啦。咁另外軍事對敵，軍事競賽啊，兩個都研發一啲超級武器啊，就係原子彈啦、核彈啦、氫彈啦。兩個都研發呢啲新嘅武器，洲際導彈啦，建立一啲導彈基地啦，跟住太空競賽啊，例如整咗人造衛星啦。第一個發射衛星嘅係蘇聯，跟住美國就再自己發射衛星啦。1年後，跟住第一個送人上太空嘅係加加林，啲蘇聯係啦，加加林第一個上太空嘅太空人啊，係加加林啦，啲蘇聯啦。跟住8年後就岩士唐上月球啦。跟住呢個就係嗰個太空競賽啊，呢個就係佢冷戰嘅特徵嚟嘅，係啦，亦都之後有星戰計劃啦。咁冷戰再起臨嗰陣時，地區衝突頭先講咗啦，之前講咗唔長講啦，就係越戰啦、韓戰啦、中國內戰啦，跟住宣傳戰就美國之音對住莫斯科電台，美國之音而家都仲有嘅。阿特朗普講話撤出啲美國之音嘅錢啊，原來好耐噶啦，講緊70年前噶，70年前已經建立，攞嚟做宣傳反共嘅，係啦，反共嘅對抗蘇聯嘅宣傳攻勢嘅，係啦，間諜戰，咁你有睇007已經講先知啦，係啊，唔長講啦。美國嗰個叫中情局，蘇聯嗰個叫國家安全委員會，啲國安委員會啊，係啊，進行間諜活動啦，收集情報啦，互相喺度收集情報，跟住佢哋停止交流啊。如果記得就係嗰兩隻熊仔，一隻熊仔一隻鷹啦，咁咧互相杯葛佢哋嘅奧運會就係莫斯科啦，同埋洛杉磯啦。嗱，呢兩個係個機係洛杉磯個機字好似打錯咗，係啦。咁咧佢哋咧呢個咧就係佢嘅特點啊。咁跟住冷戰，其實嗱記住冷戰，你一定要識嘅就係有幾多個時期啦。冷戰有一啦，就係1945至53年啦，呢個就係早期發展，或者其實你可以再遠少少嘅，1945至53啦，跟住你可以連帶嘅，其實1945至53，或者再遠少少啊，就唔係53噶啦。咁咧再遠少少嘅冷戰，冷戰嘅發展啊，咁係可以當去埋第二個階段嘅1945至53，或者叫60啊，去六年代做到
樣嘢就係佢哋去進入一個狀態，進入一個所謂冷戰嘅初起，跟住去蔓延嘅狀態啊，係啦，跟住第二個階段就係所謂叫冷戰緩和啦，第一次冷戰緩和啊，63年，或者唔計個冷戰緩和，咁唔計冷戰緩和。咁呢個第一次冷戰和係可以唔理嘅，去到六十年代，總之去到六十年代，記住，去到六十年代冷戰冷戰和之前係啦，或者再前少少就去到邊個時期咧？好，等等先啊，係啦，等等跟住係啦，跟住再好，其實就係去到咩時期咧？可以去到嗱，第一個時期就係咁樣嘅，頭先講咗。咁咧，第二個時期，等陣再繼續啊。好，等陣先。啊，好啦，跟住我哋講下冷戰嘅發展啦。冷戰嘅發展基本上咧，嗱，咁最初頭咧，早期發展啦，你可以當係一個嘅，係啦，就係1945年啦。其實主要係1953年啦，1945年之後，去到1969年啊，冷戰嘅持續同埋危機嘅調起啊，咁第一次緩和啊，中間啊，係啦，咩但係其實可以係一齊嘅呢三個時期，1945早期發展，即是冷戰嘅萌芽期，跟住中間有個7年嘅緩和嘅，但係你可以唔當佢唔係嘅。係啦，跟住有冷戰嘅持續，跟住呢個所謂叫冷戰蔓延啦，係啦，咁可以當佢係一個同一個時期嘅，就係早期發展，或者係衝突嘅延續啊，衝突嘅蔓延啊，係啦，咁你早期發展啦，跟住緩和啦，或者係延續或者蔓延啊，係啦，咁呢個咧嗱，你要睇睇咯，咁你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啦，或者同一個時期都得，係啦。咁咧第一個時期啦，頭先講咗四五年或者46年啦，46年開始啊。點解話46年開始咧？就係因為呢個啦，就係所謂頭先講過啦，就係咧誒就係個重點啊，就係鐵幕演說啊。1946年亞丘吉爾啊講鐵幕唔長講啦，鐵幕咧就係講緊咧令佢批評啦，就係試圖建立一個無形嘅幕去阻礙東西歐嘅聯繫啊，係啦，咁冇人鐵幕解釋嘅就係頭先係佢控制西歐、東歐啊，係啦，控制東歐啊。不斷去擴張，係啦。咁鐵幕呢度都講緊同樣嘢啊，又係跟住發生咩事咧？就係杜魯門啦，頭先講緊包圍圍堵啦。當時希臘內戰同土耳其都受到共產嘅威脅，呢幅圖講咗啦，受到共產嘅威脅。咁跟住發生咩事咧？跟住咧，杜魯門就做咗一樣嘢，就叫圍堵政策。圍堵講咩咧？記住圍堵。講緊嘅就係話撥款去抵禦，用經濟軍事嘅援助去抵抗共產主義嘅擴張，係啦，好避免希臘同埋土耳其嘅落入共產嘅統治，因為東歐已經全部國家大部分國家都受到都落入共產主義陣營噶啦，咁咧嗱喺呢個時期嗱，如果梁述題你可以背埋呢啲啦，就係4億援助希臘同土耳其啦。咁派軍方人員前往內地啦，去抵禦共產黨嘅喺呢場咁嘅希臘內戰，共產黨嘅擴展啊！呢個就係所謂叫杜魯門主義，其實都要圍堵政策。咁好啦，杜魯門主義呢幅圖亦都講緊同樣嘢啊，就係話咧，杜魯門咧阻止咗希臘同埋土耳其落入共產嘅手裏面啊！啲阻止咗，你見到啦嚇，佢喺度 cut 啦。你嗱見到幅圖就要形容啦。咁咧跟住咧嗱呢個就係冷戰嘅初期啦。的士圍堵再加鐵幕演說，跟住再發展落去係發生咩事咧？就係咧馬歇爾同莫托夫啦。馬歇爾計劃就係講緊
經濟援助西歐去，因為其實係延伸嚟嘅，係杜魯門嘅延伸嚟嘅，杜魯門嘅主義圍堵政策嘅延伸嚟嘅。頭先講緊經濟軍事援助嘛，咁咧馬歇爾就係經濟援助啦，去佢連帶嗱幫助西歐去阻礙，令到西歐嘅共產黨咧唔再唔再可以有能力去控制西歐啊，跟住莫洛托夫計劃調翻轉啦，蘇聯就以莫洛托夫計劃去抗衡啦，咁跟住呢個就係佢嘅局勢嘅初起啊，係啦，局勢嘅初起，跟住發生咩事咧？就係咧。就係佢哋造成兩大經濟陣營啊，係啦，兩大經濟陣營啦。咁咧呢幅圖其實一睇就知係蘇聯畫嘅。點解話蘇聯畫咧？你見到佢喺度講緊佢控制得好好，係啦，好團結。當然啦，你見到蘇聯咧亦都有做樣嘢。呢幅圖可能係蘇聯畫，亦都可能係西歐國家畫嘅。係你見咧西歐國家好鬆散啦，係根本好似對抗唔到啊蘇聯嘅經濟嘅發展啦，但係嗱呢幅圖就好清楚見到嘅係西方國家畫嘅，就係話史太林喺度逼緊佢上去佢嗰個車啦，呢個係自由酒店啊，係啦，杜魯門就歡迎土耳其啦同希臘、奧地利咧去佢嘅酒店就可以得享自由嘅，係啦，咁呢度講緊頭先講緊維度啦，同埋。馬歇爾再對住莫托夫係嘅經濟嘅對敵啊！嗱，去到後期發生咩事咧？就跟住咧發生咩事？就係柏林好實啦，48至49，源自頭先講咗啦，源自冷戰嘅原因，波茨坦會議或者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會議定明咗嘅就係德國會被劃分為4個佔領區，柏林都係，柏林咧好得意嘅，柏林喺個位就喺東德嗰邊嘅。但係佢都係4個佔領區，咁咧發生咩事？點解無端封鎖柏林咧？原來在於一樣嘢，就係話當時美國、英國、法國，佢喺西面嘅德國嗰邊就實行一個咧統一貨幣啊。咁跟住咧，阿史太林好驚咧呢邊統一咗之後，就慢慢會食埋佢嗰邊。跟住柏林亦都會落入佢共資本主義陣營，咁咧佢好驚啦。咁呢幅圖嗱，呢幅圖就講緊一樣嘢，就話咧當年咧就係發生咩事，佢就做一樣嘢啦，就封鎖佢啦，封鎖佢。但係呢場咁嘅封鎖咧，最後係冇事發生嘅，因為咧蘇聯咧史太林咧封鎖，最後係冇結束咗呢個封鎖嘅，係啦。咁咧，佢封鎖晒整個交通，因為東德係佢噶嘛，唔係東德係佢，柏林正正就喺東德，咁完全封鎖，佢其實可以食埋柏林嘅柏林。咁咧，柏林其實係首都嚟嘅，德國嘅首都嚟嘅，係。咁咧呢邊就波恩啦，係啦，呢邊係東德啦。咁咧，其實佢哋嘅對峙，咁你見到嗱呢度好得意嘅，就話佢哋用牙籤嚟打交，有武器喎。但係其實後面有粒好重要嘅原子彈啦，所以佢哋柏林就好驚啦，封鎖。嗱，頭先講貨幣改革，跟住佢就喺度封鎖，切斷所有西柏林嘅物資，就封鎖咗柏林。跟住發生咩事咧？美國就做一樣嘢啦，就攞啲運輸機啦，呢隻運輸機啦，就空投物資啊，幫佢啊，例如鋼鐵啊、煤炭啊。去食物啊，空投物資，所以你見咧西柏林啲人咧就係日日都去望住啲運輸機。嗱，德國做史太林好得意嘅，史太林喺呢個時係 cos 乜都冇做，佢冇打落去。嗱，呢隻講緊柏林封鎖啦，唔長講啦，因為嗱記住紅鐮刀、錘仔或者五角星星星代表嘅紅都係代表蘇聯、俄羅斯，以前嘅俄羅斯啦。咁支旗就英國、美國、法國啦，呢度係柏林啦。咁所以就證明咗柏林封鎖啦，因為佢隻手圍住啊，記住。咁咧，點解美國史太林冇做任何嘢？因為咧當年咧史太林好驚一樣嘢，美國為首嘅建立咗北約喺柏林封鎖期間。
咁跟住好見到封鎖咧，又湊合唔到，佢唔敢擊落嗰啲戰嗰啲。當時咧，當時美國就唔係送運輸機咁簡單。美國咧當年咧，佢做一樣嘢就係用運埋啲運埋個可以放原子彈嘅運嘅嘅轟炸機去到英國，以去其實威脅啊震住蘇聯好，令到佢令到佢唔好做任何嘅嘢。係結果當然啦，蘇聯奏效嘅，唔敢做任何嘢。結果1949年5月封鎖柏林結束，係啦。冷戰跟住咧，但係個封鎖柏林令到兩大陣營更加關係惡化，係啦。一個就成立咗北約，調翻轉啦，去到後期，頭先講啦，1949年、1955年咧，蘇聯咧就成立咗華沙公約組織，變咗兩大對立啦。頭先講咗，咁啊呢度講咗有開始部署一啲導彈啦，去防衛啦，係啦，研發一啲核武器啦，咁美蘇都繼續加強研發核武器，係啦。好，跟住頭先講咗華沙啦，咁北約啦，5年就出現咗華沙，咁呢個咧就係冷戰嘅初期。跟住發生咩事咧？頭先唔長講啦，呢啲唔長講啦。跟住咧就係冷戰嘅初期，仲有嘅就係國共內戰啦。國共內戰唔長講啦，係啦，大家都應該熟噶啦。國共內戰1949年啦，1945戰後至1949年，共產黨贏咗，係啦，咁啊建立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係啦，呢個又有中蘇一面倒政策啦，咁啊友好中蘇同盟互助有條啦。跟住日韓戰啦，1950至53，咁延續嘅係啦，冷戰初期或者所謂嘅延續啦，延續去到亞洲啊，係啦，咁其實嘅中國內戰開始，跟住延續亞洲53年。咁韓戰就係講北韓嘅金日成啦，對住南韓嘅李承晚，跟住原因在於金日成先打南韓，跟住咧聯合國美國為首嘅聯合國部隊咧就打翻上去啦，咁啊最後喺3%線停咗。啊呢啲唔長講啦，記住個年份啊，係1950至53年，係啦，韓戰啊，最後以3%線做。就從此到而家都係3%線做南北韓嘅分界線啦，係啦，佢延伸到啦，跟住美國做一樣嘢，就成日都派佢哋所謂嘅第七艦隊去維持、去保衛翻亞洲嘅資本主義陣營嘅，係啦，台灣啦、日本啦呢啲地方啊，咁佢哋用所謂嘅島鏈。好啦，喺呢個時期有得好特別嘅，你當佢係一個你當佢係中間有個緩和期啊，中間有個緩和期，就係53至60有個第一次和，佢哋做咩咧？當時艾森豪威爾上台，出現咗骨牌效應，話係艾森豪威爾定明咗一樣嘢，解凍嘅背景就係人開始轉啊，轉變啊，記住每次冷戰嘅局勢轉變都係因為人嘅轉變。好啦，跟住佢主張咗一樣嘢啦，叫骨牌效應啦。但係佢同時亦都希望同蘇聯保持聯絡嘅，跟住1953年史南死咗，跟住史南死咗之後咧，連帶出嚟嘅就係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就話想和平共存，嗱，和平競爭，和平共存，跟住調翻轉啦。艾森豪威爾頭先講咗，亦都想退話嘅，所以咧喺呢個時期，佢哋兩個咧就開始嗱平息一啲地區衝突，例如韓戰啦，簽訂咗和約啦，係啊，停戰協議達成咗啦，冷戰開始平息，跟住佢哋互訪，日內瓦高峰會啦，互訪啦，咁係佢哋美蘇第一次嘅高峰會，喺度討論咩咧？討論咧，討論第一次嘅列強之間嘅首次和談啊，啲美蘇啊，係有嘅和談，達成雖然佢哋冇達成任何裁軍協議嘅，但係一個嘗試啲，佢哋肯傾，係啦。不過當時咧有個叫咩誒，跟住發生咩事就係調翻轉啦。嗱，頭先嗰個南互和啊，佢哋
互訪啊，開日內瓦會議啦，高峰會啦。但係發生咩事？原來咧1960年出現咗件事喎，就係衛星啦，呢啲唔想講，就係 U2偵察機事件啦。咁咧，所以咧就話咧，其實緩和係假嘅。咁你話咧冷戰初起，咁你當佢緩和啦，中間有少少緩和啦。跟住就係 U2偵察機事件啦，就係咧美國派偵察機，跟住俾蘇聯擊落，跟住從此頭先講咗日內會議冇咗，停咗呢個係本來話諗住再開巴黎高峰會嘅，不過冇解凍嘅跡象，本來有嘅，但係因為 U2偵察機，所以咧停個會議告吹咗，蘇聯亦都對美國強硬狀態，其實係換人嗱，記住係換領好重要，係換領導，換領導嘅時候有少少嘅改變嘅啫，冷戰就係咁噶啦，一換領導就有改變噶啦，有少少改變嘅，但係其實唔係真嘅，係啊，表面好似有好嘅，好似改咗少少，但一有事發生就會轉變噶啦。好，頭先講咗第一次換我啦。跟住有 U2偵察機事件啦，第一次和就結束啦，跟住就開展更加劇烈嘅對抗啦。例如柏林危機起咗柏林，當時因為柏林咧有好多人逃離啊，所以就起柏林圍牆啦。柏林圍牆結果就令到兩國咧繼續去抗爭啦。咁最高峰嘅時期就係古巴導彈危機，就當年其實蘇聯其實好1962年啊，當時其實有個人咧叫卡斯特羅啊，就喺古巴建立咗共產政權。卡斯特羅59年，跟住唔覺，蘇聯秘密咧就攞啲潛艇運咗啲導彈過去古巴，古巴好近蘇聯，咁啊好近美國啊，其實我講錯係好近美國，咁啊好驚，其實好傻嘅，美國咁勁嘅偵察系統，竟然係睇唔到有導彈基地，去到後期先至睇到3年後啊，先睇到原來有導彈建立咗，咁當時。講咗啦，如果嗱，其實點解無端喺嗰度建立導彈基地咧？係因為咧，美國都喺土耳其建立導彈基地啊，佢哋其實係特登互相喺度對抗嘅。喺呢個時期，一觸即發，核戰一觸即發。咁美國曾經就想封鎖古巴，但係做唔到，推翻唔到當時嘅政權啊，卡斯特羅政權。咁去到最後發生咩事咧？佢哋爭啲就撳掣噶啦，就互相發射導彈。但係佢哋都好明白一樣嘢嘅。嗱，咁我都講咗啦，有一年就出咗論述題啦，就出話冷戰嘅佢哋害怕核戰啊，冷戰係因為害怕核戰，所以咧影響佢哋嘅局勢啊，係啦。咁呢度就係講緊同樣嘅啦，古巴導彈危機，1952年啊，到59年建立咗共產政權啊，卡斯特羅，跟住62年就設立基地，去到後期就停咗蘇聯先嘅，因為佢哋驚核戰搬完，跟住記住美蘇做咗一樣嘢之後，呢樣嘢之後危機之後，美蘇就同意一齊同意咗啊，唔係冇話邊個先邊個後嘅，同意咗建立一個熱線電話。OK，好，到呢度跟唔跟到？好啦，繼續喎。好啦，繼續咧，繼續講埋冷戰，跟住就出現咗冷戰緩和啦，真正嘅冷戰緩和啦。咁佢哋開始簽禁止核試條約啦，係啦。跟住因為戰爭邊緣啊嘛，咁咧兩個就蘇聯肯拆除古巴嘅導彈啦，跟住就嗱喺呢個時期亦都有啲好大嘅危機嘅。就係60年代嗱，頭先講咗60年代開始好似有緩和跡象啊，跟住就出現咗越戰啊，越南嘅越共北越打南越啦，咁啊戰爭其實咧其實戰爭中間冷戰啦，頭先講咗啦，冷戰去到六幾年5、6年咧，其實兩個都舉行全國嘅選舉啊。
想統一，但係南越拒絕大選，共產黨就開始武力鎮壓，佢仲鎮壓共產黨，跟住北越就去打南越啦。咁咧跟住發生咩事咧？美軍就派兵去越戰啦。咁咧，但係呢個係泥足深陷嘅。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嘅，呢個就係所謂咧，就係一個骨牌效應啊！如果越南冇咗，跟住就泰國噶啦，泰國跟住冇咗，就成個亞洲都係共產噶啦。咁啊，但係好慘痛經歷，死咗好58000人美軍，跟住耗資1000億美元，美元一度貶值，去到65年至73年。咁咧，頭先講咗，其實中間古巴危機已經開始禁止核戰條約噶啦。好啦，跟住正式因為呢場咁嘅越戰，就正式進入咗另一個狀況啦。頭先講咗，另一個狀況係咩咧？就係六九至79年。頭先中間嘅越戰係中間嗰啲時間63年，跟住去到六，頭先講咗啦，頭先講咗越戰喎。越戰咧，其實去到後期啊，70年代咁啊打成10年噶越戰，記住嗰個年份啦。咁啊越戰咧係講緊61至75，但係中間頭先講咗古拉危機，其實佢哋已經開始緩和噶啦。咁咧中間因為越戰啦，打到七幾年啦，咁咧去就進入咗另一次和，因為咧頭先講越戰軍費龐大，再加上佢嗱頭先講利益嘅問題，軍備龐大啦，研發武器好多，核武器，大家都好驚核戰，仲有嗱，所以佢哋唔會用核彈嘅，未試過發射嗰啲長程導彈。但係佢哋泥足深陷，越戰泥足深陷啦，死咗好多人啦，所以有反戰嘅示威啦，仲有當時好得意嘅就係中蘇決裂，俾咗機會佢美國去同中國建立關係，中蘇決裂，跟住所以咧喺呢個時期，個個佢哋美蘇就開始緩和啦。60年代至70年代，美蘇緩和。呢個人尼克遜、布爾茲耶夫就互相訪問，開咗個高峰會，跟住咧就互相去傾有冇機會太空合作啦。咁咧頭先講咗啦，就太空合作佢哋開始緩和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啊，頭先再延伸就係話講緊講緊個國際太空站啊，就係呢個時期開始嘅，準備開始起嘅。係啦，跟住佢哋互訪啦，開始整咗啲基礎，東西德都開始有基礎條約，開始加入聯合國啦。係啊，東西德互相承認佢嘅主權，加入聯合國，準備加入赫爾辛基條約。赫爾辛基條約講緊咧，原來咧嗰啲國家簽署一個赫爾辛基條約，話歐洲安全啊，確定歐洲安全。跟住嗱，好重要啊，記住呢個時間就係所謂叫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為期5年。就限制啲洲際導彈同反彈道導彈，咁佢哋互相去減嗰啲戰略武器。好啦，但係去到呢個時期啊，第二次完冇嘅，第二次冇，因為冷戰和完咗。點解咧？因為乒乓外交頭先講啦，好，跟住發生咩事？就係因為列根上台，又係一個新嘅人啦，跟住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一樣嘢就係導致美國再次對蘇聯強硬啦。咁咧出現咗咩事咧？咁頭先講咗啦，蘇聯就係入侵阿富汗，其實等於越戰嘅，好類似嘅。佢令到呢幅圖就講啦，敵湯啲緩和冇咗，跟住冷戰死咗，冷戰隻怪獸嗱，另一幅圖有講嘅，隻怪獸醒咗，係啦。冷戰再翻嚟，呢個就叫冷戰再起啦。冷戰再起啦，冷戰再起，跟住最核心呢個時期講一樣嘢嘅啫。呢個時期咧就講一樣就係星戰嗱，係啦，星戰計劃啦。咁 OK 好，跟住最後啦，冷戰再起就星戰計劃啦。跟住最後一個事件就係85年至91年，呢個就係戈巴卓夫啦。咁咧，戈巴卓夫
好清楚，佢係令到蘇聯瓦解嘅人啦。咁呢度呢幅圖就講咗，但係佢有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令到住美蘇嘅冷戰結束，係挽救。原因在於原來咧，佢面對好多年又係啦，其實冷戰緩和都係一樣嘅，面對好多經濟問題，因為因為阿富汗戰爭啦，其實上次就係美國越戰啦，冷戰緩和就係美國越戰啦，60年代至70年代就美國越戰啦，但係調翻轉啦，入侵阿富汗亦都導致蘇聯冇晒錢。另外，原來佢控制住佢係一個好年輕嘅領袖嚟㗎，咁咧佢好想有啲新思維，重振個經濟，因為佢發現一樣嘢就係市場誒中央計劃經濟其實好難嘅，咁所以佢開始容許一啲私人，其實好似鄧小平嘅，佢好似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嘅，但係佢開放啲咩咧？開放埋政治嘅，最出事就係開放埋政治，被容許啲人去選擇自由民主，咁就出事啦。咁結果冷戰就大鑊啦。另外，佢對外亦都好好嘅，例如佢訪問走去同阿戴卓爾夫人啦傾啦，減蘇聯嘅軍費，跟住咧就去同佢溝通，同列根同埋阿戴卓爾夫人溝通，咁啊由一個競爭走向握手合作。開咩會咧？咁好多高峰會啦。咁就頭先講咗嗰所謂叫彈道導彈條約啦。咁啊誒洲際導彈啦，嗰個冷戰緩和嗰個時期。咁呢個時期咧就係中程導彈裁撤條約啦。另外最核心啊，改革開放最核心就係頭先講咗啦。最核心係咩咧？就係誒話開咗個會啦，就係馬耳他啦，結束咗冷戰啦。但係好冇彩，佢改革開放最終導致啲人咧糧食問題啊、短缺啊，因為咧一次過係唔可以，佢太快，覺得太快，俾佢哋選擇，俾嗰啲東歐國家選擇受唔受佢啊？咁結果個個都揀唔受，選擇自由，全部脫離蘇聯嘅控制，跟住糧食，因為佢開放一次過私有化就出事。咁咧，因為其實一向控制各有控制嘅話，私有化咗就其實糧食都唔夠噶。咁結果糧食不足，啲人好嬲，結果政治動盪，最終佢俾保守派鬧話走向資本，背棄共產主義，跟住啲人又覺得佢太自由喎，咁啊好出事啦。咁結果導致蘇聯瓦解，跟住全部東歐國家陸續立陶宛啦、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烏克蘭呢啲國家陸續脫離蘇聯控制，唔再係衛星國啦，跟住瓦解，結果導致蘇聯倒台，係啦。個蘇聯倒台，8月政變，咁瓦解，跟住冷戰就結束咗啦。咁取而代之個就係叫葉利欽啦。好，冷戰就係咁多啦。咁大家咧要清楚去溫。